老板，文件。你迟到2分26秒，去世1。你就在车上等我吧。哦。你跟着我干嘛？啊，我看病人啊。啊，一样。你下次注意点啊。嗯，好。文叔叔，来了，来了。啊，你们俩还背着我见了？嗯，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不自在啊？寻寻光明正大的来看我，怎么成了背着你见面了呢？寻寻，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程丽啊，寻寻是个好孩子，人品好，利用完之后还知道回来看看我。叔叔您怎么说话呢？我可是真心诚意来看你的，不是利用。你看，我还给您熬了鸡汤。嘿，我家的鸡，我家的汤嘛。哎，要吵架一边吵去，我一个危重病人闹心。令寻寻，去开车吧，我下午还有会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一股鸡毛味儿啊？去公司吗？不，去工厂。哦。文叔叔照顾你多久啊1年，你们不是挺熟的吗？还问我？也没有，我就是上次来看他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，他平时没有什么亲人来的，总是他一个人，我觉得挺不容易的。你别介意啊。挺好的，他应该挺喜欢你这种轻松闹腾的样子。文叔叔说他也挺喜欢你这样的，很符合你的年纪。我就是为了他开心，才配合你。我觉得他很像你的亲人。令寻寻，你话越来越多了。你是我助理，不是我朋友，明白吗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好歹我是你姐姐辈儿的嘛，你给个面子嘛。
你就在车里等我吧。好。老板在工厂呢，这个樱树的会要延后了。老板已经让林总监负责，会已经开始了，放心吧。林总监。去工厂。又去工厂？闭嘴，开车。哦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程总，程总，啊，程总，你怎么了？那我扶你起来，慢点，慢点。程总，对不起了，这麦克走了，我以为厂里没人了，我就把电闸给拉了。啊，没事，以后注意点。哦，程总，你是怕黑吗？你手真粗糙，一看就是干活干多了。还不是被你折磨的。哎，干嘛转移话题啊？周围黑我就会这样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体质不同嘛，也不丢人的。你好吵啊！闭嘴。哎。我就是担心，想要找你倾诉一下。哎，最近程立跟麦克都神神秘秘的。你说他好不容易拿下了樱树，不管不问的，天天跑去那个快要破产的工厂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太不合情合理了。我不管是不是合情合理啊，令璇璇，你今天不能放我鸽子。哎呀，你别打断我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我可是找了汇银网的关系才拿下的樱树。你说，如果他只是为了想拿下品牌，想在业内做点口碑，那我是不是太对不起汇银网了？我的小姐姐，你实在是想的太多了。汇银网这个人呢，绝对不会因为你或者因为我去影响他工作上重要的决定啊。他选择成立，肯定是有他必然的理由。所以啊，你就别给自己加戏了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就算是他有他必然的理由。但是程立那么年轻，他万一突然撂挑子怎么办呀？
说你眼神不好，你们那个小老板一看就憋着一口气呢，那指不定后面要放什么大招的。你一个做助理的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不要替人家想东想西的。这就完啦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劲爆的八卦要跟我分享呢。程立是喜欢女的，是吧？直的，他是个直男。哦，那他身材怎么样？有没有偷偷看过？林璇璇，啊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哦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我没有，吃饭。林璇璇，好刺激！我真的没有。干什么了？干什么？我没。啊！让你说。今天辛苦大家。Eric， 晚上请你吃饭吧。啊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有约了，对吧，寻寻？啊？有约了吗？对啊，现在约也算约吧。不行吧，我还得送程总回家呢。程总，借你助理用1个晚上可以吗？12点之前一定还你。不行。可以。程总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个姐姐够厉害啊，关系户啊，带项目进公司啊。行了，你们一个个的，天天就知道嫉妒，有本事你们也去搞一腿啊！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论项目，当然只有我们小静才有这实力，对吧？对，姐姐我家里有矿，我才不稀罕那些呢。我家还有私人飞机呢。我就跟你说吧，这个令学军他就是个心机婊。上次在 party 的时候就是想撩你，现在直接在公司跟艾瑞克之间打情骂俏了。别废话，赶紧进服务器。这个姑娘，你可得小心了。别添油加醋了，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咱们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。再说了，现在有令寻寻给咱们免费当公关，何乐而不为啊？公关？那你说这令寻寻会怎么公关啊？哎，不打游戏了？突然想到我还有个约，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还订了位啊？是啊。我还以为你就是这边请临时想到请我吃饭呢。临时想到啊，蓄谋已久。喂，亲爱的，我真的来不了了，你们俩好好吃吧啊！哎，你别的我怎么了？跟我吃饭有这么艰难吗？我们能换个餐厅吗？为什么？令小姐，我正在想，您今年怎么没来过结婚纪念日呢？终于见到您了，今年还是老规矩吗？哦，好的，我去安排一下。谢谢。我们换个餐厅吧。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而且我离婚又不能怪这家餐厅，东西还挺好吃的，你就点吧。
金小姐大驾光临，我们餐厅给您准备了一瓶上好的红酒。谢谢。我们都特别爱看您主持的节目，一会儿能不能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合个影啊？这是金小姐的私人时间，用完餐再说吧。啊，好的好的。你这也太突然了吧！要不是我录音赶时间，今天肯定没空。本来请别人吃饭，订了这家餐厅，结果人家临时有事，想着别浪费，咱们俩吃了得了。程立，你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？虽然不是特意请我吃饭，也不要这么直白说出来吧。咱们俩还需要拐弯抹角吗？哎，我算是跟这家餐厅赶上了。又怎么了？原本程总想请你在这吃饭的，他让我在楼上订了个包间。没关系啊，要是等下遇到程立，就让他买单。哎，那这顿饭你请的太没有诚意了吧？你才入职多久啊，就开始帮老板省钱了？可以了。下面是在求婚吗？应该是求婚失败的现场吧。那你怎么看起来很开心似的？最近压力大，看着别人倒霉，我很开心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像个孩子似的。怎么了？其实我前夫是在这儿跟我求的婚。之后的每一次结婚纪念日，我们都会来这儿吃饭。那天也是拉这个曲子，然后服务员就把蛋糕推上来，把戒指送给我，然后我说 Yes I do。Sorry， 不该订这家餐厅的，选来选去还是没有选对。没事儿，这也不能怪你。而且我觉得冥冥之中，可能我就是要来这个餐厅吃饭。可能老天就是想让我好好的面对过去，这样才能重新开始。谢谢你啊。有空再约啊！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程总，这么巧？秦桧，这是英树大中华区总经理，会议网。秦桧我就不用再介绍了吧？金小姐的脸就是名片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客气了。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。这位是？我是程总助理。这是我好朋友令寻寻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要送程总回家了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我都已经替你跟程总请好假了，应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。不好吧，程总。看来是没有人抢着送我回家了，那我先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还没到12点，你们随意。走吧。哎，我。你今天干嘛故意让我为难？我不是为难你，我是为难你老板。你看他不是很有自信吗？觉得一切都在自己掌握当中。哎，刚好我约你，正好免费让你来公关我，自己带个女明星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自己开车回家去。有的时候感觉你们还挺像的。有时候。什么时候？幼稚的时候。
太好了，这是你这个晚上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，我算是放心了。我让你这么紧张？是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跟女孩吃饭约会的时候，做这个也不对，做那个也不对。不好意思啊，都是我的问题。你没错，哪儿来的错？只是我很好奇啊，怎么这么巧？那个小提琴手拉的都是同一首歌啊。如果你每年都去这家餐厅的话呢，你就会知道，这样的小提琴手只会拉3个曲子，所以你撞见的机会呢是1/3。只会拉3首，他们真的应该换一个提琴手。欣欣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到家了吗？到了。请问最后你助理跟谁走了？晚安。今晚真像2个男人争喜欢的女人，我在旁边都多余，感觉好失落。以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来这里大吼，像个神经病似的。这种矫情的 TVB 套路，我没想到还真挺好用的。哎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周全的吗？有一年，我考试挂科了，就到我们学校最高的教学楼楼顶，然后，突然我的后脑勺有个鞋子飞过来，我转头一看。周全拿着啤酒瓶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跟我说：“哎，疯子，要跳楼，滚远点儿。”这确实是周全的风格。以前我跟我前夫谈恋爱，全家不同意，我呢就把自己锁在屋里绝食。哎，周全知道了，就直接来到我家门口，哇塞，一脚就把我房间门踹出一个洞。那个时候我爸妈都快心疼死了。多年之后提起这个事儿，我爸妈还说赶快跟他绝交。周全啊，每次提到你，就好像提到他喜欢的人一样。之前好几年我都觉得他是个拉拉，爱的是你。他爱我吗？那是肯定的，毋庸置疑。什么样的我他都喜欢。对啊，连小蛮牛也喜欢。我天哪，他太八卦了，什么都说。但周全说，你是他心目中的小公主。你刚才在聊起你往事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在你的眼睛当中又有了光了。所以啊，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不要忘记，你是校花，你是公主。所以不要忘记自己原来的模样，不要忘记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好吗？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送你回家了，不然等一下你们家小程总又要不乐意了。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。你这说12点回家1分钟都不带少的呀？哎，程总晚安。哎，你们这个年纪的人谈恋爱，是不是像老房子着火一样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？啊？87年春晚，果然不是一个年代的人。
喂，嗯，你下班了吗？干嘛呀？接我下班啊？对啊，不然接谁下班啊？你去送璇璇回家了吗？啊，送回去了。你交代的任务完成了，只是他刚进公司就给他闹绯闻，这样好吗？哎呀，他初入职场，这是他的人设，我得让他显得厉害一点，有后台，这样没有人敢欺负他嘛。其他的先不管了吧。哎呀，真羡慕你们姐妹的感情啊！你是羡慕他还是羡慕我呀？啊？你这表情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们家璇璇啦？璇璇，你出来！好，马上。程总，怎么了？你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。程总，你不会是怕鬼吧？怎么可能？你今晚不许回房间，你必须在这儿陪着我。哦。站着。你看，我要是把我最好的姐妹安排给我最好的兄弟，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吗？哎，你要是真心喜欢的话，你就放心去追，我肯定支持你，真的。好啊。那你呢？我周全又不缺男人嘛。怎么见鬼了吗？把这个给程总。好的。让程丽来会议室见我。好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所以，你收拾好心情，赶紧来总公司上班吧。或许一个小公司的价值确实不值一提，比不上你地皮转手一卖。但是，开公司的价值啊，不仅仅是在于赚多少钱吧。这么些年，你把我和我的生活，就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。你问过我的理想吗？你问过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？你是我儿子，你是我们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
你要承担的不光是你个人的命运，还有集团几万人的责任。我跟你温情脉脉，母慈子孝，那商场上的尔虞我诈，分分钟教你做人。程琳，你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工厂的地皮，我会做一个科技园区。我有我想保护的人和事，而你就只知道钱。等你强大了，才有更多话语权，才有能力谈保护别人。还以为小陈总是来拯救公司的，没想到这个结果。你能不乌鸦嘴吗？这不明摆着最后通牒了吗？程总还是打算把工厂卖掉吗？是啊，让我回总公司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唉，事在人为吧。当时我们也没想着这事儿真能成啊。唉，不过这程总知道的也太多了，选的这个时间也很蹊跷啊。哦，对，画架全都要，你们帮忙设计摆放一下吧。你在装修吗？哎，快下班。林旭旭，开车送我回家。程总，你看到我话剧了吗？这是你画的吗？你干嘛进我房间？哎，你给我！哎，你给我！就不给。嘿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也是我雇佣的，我有权利进入任何空间。虽然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你对我的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，但是我也是个人，我是个女人，我有我自己的隐私。你就这么跑进我房间，你太不尊重我了。好啊，我就是不尊重你了。你可以随时辞职，我绝对不会留你。把话剧还给我。扔了。扔哪儿了？阁楼。还辞职吗？午睡之前都有效。对不起啊，刚刚。什么？听不见？我说对不起，我为刚刚向你的态度道歉。不过你随便进我的房间也是不对的，所以我生气也是应该的吧。你快递居然是只活物。这是给嘟嘟的。嘟嘟？嘟嘟是谁啊？